了你去包里呢，都露露的那种呢，你都开了，也可以去包里呢，我张三不包。快手，看见每一种生活。看上你家多么嘛？你还的你这下子多烫了点了嘛？我有主多烫你一身头。我这才点去干了啊！干好。因为的你这样老了呢。可是我今天都烫了呢。我还的你得打算对那个。上年纪了都有男朋友一样了呀，干啥子多的嘛？可实在嘛，对我个。好的，买弄只更新的，你就在起啊，你有就不来的。太想你们啦，知不知道？哈哈哈。是因为，哎呀，不说这些话了。反正呢，就是我的粉丝他们叫我说普通话给你们听。今天我终于说普通话给你们听了，怎么样？高兴了吧？我那鸟好爹爹呢，主要莫二零天莫做给老师，要头个包还点了每度，我那白零老公推做给了了，thằng đại chị có cả chi要读书大众桌，操lúc mùng tế chạy vô cho con mua xe.